市落贼咯，竟然甲畏着病毒的，甲无畏着病毒的混唔着去。顶礼拜六18号，甲一个带防疫旅馆的确诊者送到病院，但是到病院当场过来做体检，煞是阴性，无畏着病毒。再度比对确定了后，才发现讲送唔着人咯。这卫生局才赶紧甲真正确诊者送到病院。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啊离经的错误呢？市府讲，防疫旅馆的人员甲卫生局接触的时阵，双方的沟通有问题，加上这个救护车载送的时阵，嘛无过来确认到确诊者的身份，讲未来会来加强到标准作业流程。住伫防疫旅馆的民众穿防护衫、喙炎手笼全副武装，自防疫旅馆行入去体检的专车进行例行性的 PCR 检测。不过，伫台北市大安区的防疫旅馆，却爆出国内第一件送唔到确诊者的事件。一位检验出阳性的确诊者无妨送去病院。上周末的时候发生，好像卫生局通知防疫旅馆这边有确诊的民众要送到医院去。那虽然说旅馆这边有跟卫生局这边做过确认哦，但是救护车到场的时候也没有再针对于现场要送过去的民众做个身份的确认，后来导致送到医院的时候，好像发现送到另外一名的房客。北市关团局证实，12月18日迄天，旅馆的防疫人员要甲确诊者送去病院，照流程和卫生局确定房号和身份，煞甲确诊者当作房号真相上的居家检疫者。卫生局嘛无发现送唔到人，直接甲人送到救护车，连救护车要送进前嘛无搁一摆核对身份，一直到居家检疫者伫病院体检是阴性，才发现无唔到人，遂甲真正的确诊者送去病院。不过，这个这么离谱的消息，到底问题出伫倒？他们这两个房客好像是同一天入境，那房号上也有点类似啦，所以可能是在确认身份的时候没有做好一个完善的核对。那这部分我们在礼拜一也已经跟市长做过报告，并检讨未来在旅馆跟卫生局的人员在通报的时候以及核对身份上应该多做更多的把关跟确认。关团局表示，虽然防疫旅馆有向卫生局确定几啊摆需要送医房客资讯，不过因为双方的资讯无一致，才发生无唔到人的事件。北市府嘛讲会阁检讨内部的流程，避免类似的错误搁发生。